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哇，到海边啊咯！才有足侪大扫帚。遐有人伫海上，因咧创啥？因咧藏水味哦。藏水味？因想要去海里找啥人？敢是要找海龜？海内底带真侪生物哦。行，咱来去家人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认捌一下。紧来去！小人是小人的巴肚咧叫，敢有人无食早顿？这是海的声音。奇怪，海的声音敢毋是刷刷刷？乐乐讲的刷刷的声音，是海鹰拍着海花的声音。咱即马听到像巴肚枵的咕噜声，是海内底的声音吗？海内底敢阁有别的声音？当然有啊！乐乐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？海内底毋但有各种声音，日时的海甲暗时的海嘛有无共的模样。我知，日时有日头，暗时无日头，海内底嘛会变甲足黑暗的。海甲陆地相共款，毋但日时暗时也相无共，无共的气候，嘛会互海底看起来无共款哦。透过即时感控实景，咱会当看到家人条景园区海底的即时影像，嘛就是海内底即摆的模样。我看卖哦，即马是日时，鱼仔游来游去。阿姊，你看，足侪蓝色的鱼仔住伫海内底。这是狗壳啊！毋但鱼仔住伫咧附近，海洋内底的生物大部分拢住伫会当照到日头光的范围。200公尺，迄是偌深？这层楼是2米5。200公尺差不多是40层楼遐悬哦。伫这深度以内，除了鱼类咧住，嘛有虾仔、海龟，也是像漩涡这的海中生物。超过200公尺的所在，日头照无，海中生物嘛会较少。对啊，阿姊，你敢知影海有偌深？这嘛，海甲山生做真成。悬悬低低，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。海洋平均深度是8000公尺，陆陆定定去的游泳池深度是70公分，嘛就是0.7公尺。所以海洋平均深度是游泳池的10000倍。10000倍？袂使袂使，安尼根本都达袂到底。当然达袂到底啊！乐乐敢知影？地球上上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。假使咱把世界上上悬的喜马拉雅山吞入去海沟内底，当然上悬的山嘛无法度把上深的海沟吞落平哦。竟然比山搁较悬，我嘛想要去看卖，到底有偌深？我敢会使去海里旅行？乐乐敢知影去海里旅行会当安怎去？我会当学唱水味啊！我阁会当坐唱水船。无毋对，坐唱水船就会当去深海，去日头照无的所在。日头照无，安尼遐毋都啥物拢看无？是啊，深海区无论日时暗时拢乌索索，大的生物嘛较少，毋过也是有生物选择住伫遮。我看到啊，这是啥物鱼？嘿嘿嘿，伊哪会家己炸顶出门？这是灯笼鱼，因的头壳顶就亲像罐锅仔顶共款，有一拍灯火。灯笼鱼有光，就会当看清楚啊！深海鱼对光线拢真敏感，像安尼光线会去面鱼仔、虾仔，也是其他的生物接近。灯笼鱼就利用这个方法找食的，食物件。灯笼鱼足巧的。乐乐敢知影？咱人嘛会利用光线掠鱼仔，暗时出海的时，会伫鱼船挂灯火，用来吸引鱼仔过来。鱼仔拢挂过来啊！大风收，大风收！对啊，阿姊，
我去海边啊耍水的时阵，有发现海水啉起来咸咸，敢是有人甲盐抌入去海内底？海水是咸的，是因为海水有盐的成分，嘛就是钠。1公斤的海水大概有35公克的盐吗？才有少济白色的盐。假使咱甲地球上的海拍5打，内底的盐就有遮多。嘿嘿，安尼就毋免买盐嘛。毋过原来鱼仔会当住伫咸咸的海水内底，你敢袂感觉真咸？海水鱼用齿喘气，因的身体会当甲盐排出来。那安尼这的水嘛是海水咯？无毋对，假使想要饲海水鱼，就必须要用海水才会使的。阿姊你看，遮有鱼仔咧笑。嗨，乐乐你好，我是好笑型航鱼，航鱼你好啊，你敢真介意笑？是我的嘴，互我看起来一直咧笑啦。不过，乐乐看到像目睭的所在，其实是我的喘气孔哦。我真正的目睭生伫另外一边。乐乐，你紧看另外一边，我的同伴咧准备食饭啊。哇，这个鱼肚啊足悬呢，连顶头拢有。遐有人咧饲航鱼食物件。我发现航鱼食饭是用素的呢，安尼敢袂食伤紧啊？啊，鲨鱼嘛要食饭啊！唱水员足勇敢的，竟然唔惊鲨鱼。Hello， 你好啊！这个唱水员是咧创啥？玻璃鱼肚啊是要清洁，你看，唱水员当咧切玻璃，清好清气了后，游客才看会清楚鱼肚啊内底的鱼仔咧受水。鱼肚啊遐大，一定爱清足久，伊实在伤辛苦啊！咱莫搅搅伊摒扫，咱继续行。阿姊你看，这鱼肚啊有发球啊！这是酸蚵哦。乐乐，你有看没？酸蚵是动物也是食物？1. 动物 2. 食物 3. 化石。哎哟，酸蚵是食物，因为酸蚵生做甲树仔真像。敢是？答案是1. 酸蚵是动物咯。酸蚵是动物。酸蚵其实是真侪只酸蚵虫组成的。酸蚵虫毋但有无共的色质甲模样，详细看会发现，酸蚵的手当咧开来开去，当咧掠海中浮游生物，因当咧食物件哦。有影呢，因的手一直咧叮当，酸蚵食饭足方便呢。啊，啥人？是啥人伫鱼肚仔放屎？无咧无，我才毋是屎，我是乌海参啦。是咧，我是毋对啊。阮是住伫酸蚵区清本属的动物，阮规工会一直食酸蚵沙，还佫甲清气的沙排出来，斗净化酸蚵区的环境。讲到清洁，我嘛真有才调哦。我会斗3工清鱼仔喙内底，也是表面顶生虫。也阁有阮嘛是酸蚵区的居民。阮跳仔鱼甲酸蚵，阁有海玲拢是好厝边，会互相斗3工。海玲的手有毒，毋过阮跳仔鱼毋惊毒素。平常时，阮秘伫海玲内底保护家己的安全。为着感谢海玲，阮会甲海玲斗清因身躯顶的垃圾物仔。三不五时嘛会早食的，甲海玲分享。你敢会甲海玲分享食的物件？海玲敢需要食物件？小朋友，你敢知影海玲是动物也是食物？1. 动物 2. 食物 3. 化石。你会分互海玲做伙食物件？我知影，海玲甲跳仔鱼同款，拢是动物。无毋对，海玲外表像食物，实际上却是肉食性动物。因会用有毒因的手摕食物来食哦。遮有海青，伊嘛住伫遮。海青是一种棘皮动物，
全世界的海青有1600种，伊毋乃生活伫温暖的水域，连寒带甚至极地海水内底，拢会当发现海青的形影。原来海青毋是青，那安尼海马敢是马？海马毋是马，海马是属于海洋区的一种小型鱼仔。你看，因游泳的模样是毋是特别趣味？有影呢，海马伫水内底顶顶下下叮当，看起来敢若咧跳芭蕾。哇，这就水诶！是少人遐无公德心，哪会伫水内底等粪扫？我来甲好起来。乐乐，小等者，这是海体。海体是一种无两骨动物，海体会飘来飘去，远远甲看有淡薄仔像乐乐讲的塑胶粪扫。虽然像粪扫，但是乐乐是毋通凊彩好海体哦。海体的手有毒刺，会中毒，若是严重是会无命呢。遐危险，那安尼我爱离较远咧。无毋对，点点仔欣赏就好。详细看才发现，虽然拢叫海体，毋过因生做无共，有诶像香菇诶，阁有小蘑菇。对阿姊，你讲海体游水是飘来飘去，海马游水敢若咧跳芭蕾，我阁知影鱼仔会向前游。那安尼虾啊，阁是安怎伫水内底叮当的咧？咱来实际观察看卖咧。虾啊，竟然会伫海底行路，阁会用伊的脚出水。鱼肚仔内底的水是毋是烧烧啊？这虾啊拢红红，去互人煮熟啊！我要紧来甲工作人员讲。乐乐，毋是啦，这虾仔本底就红红，并毋是互人煮熟的关系。因为虾仔真水，阁会专工饲伫厝内欣赏，所以因阁互人叫做观赏虾。找看卖，你会当找到几只虾啊？1、2、3，阁有一只秘伫内底。鱼虾秘伫酸蚵搭空芳内底上安全，安尼就毋惊互大鱼食去呀。酸蚵有影是好人，会保护鱼虾的安全。而且我发现酸蚵就济色的，但是这敢若无白色酸蚵。健康的酸蚵都有各种美丽的色地，若是酸蚵破病，就会褪色白化。破病？酸蚵是安怎会破病咧？食药啊，敢会好？地球暖化，毋但是互天气变热，海水的水温嘛变悬，酸蚵袂堪得高温，就会破病。人类为了挡日头，会抹挡晒膏酸水，但是挡晒膏的成分伫水内底扬起，拢是互酸蚵破病的原因。挡晒膏竟然会互酸蚵破病，安尼袂用的啦！以后我拢无要抹挡晒膏啊！为着酸蚵莫白化，乐乐会当变乌酥酥。乐乐，只要选择有海洋优先标签认证的挡日头产品，就免变甲乌麻麻。有认证的挡晒膏成分较安全，袂互酸蚵破病。不过海洋环境真正需要大家维护。有机会去海边啊佚佗，看到粪扫一定要捡起来，唔通乌白蛋，才袂害海内底的生物破病。无毋对。家人海科馆足大，根本说袂完。乐乐敢抑阁会记你今日认捌倒一寡海中生物？我会记得海青毋是青，海马毋是马，原来海灵甲酸蚵拢是动物。我阁知影海底世界足深足深的，深海的灯笼鱼会利用头壳顶的光去引鱼仔虾啊。人类嘛也会晓用这款方式掠鱼啊。海体毋通乌白光，可能会中毒。一寡虾啊，本底就是红色的，并毋是互人煮熟的关系。海底生物足济足济，我想要加认捌一寡，我要做乐乐船长，出海掠鱼。小朋友，你敢愿意甲我做伙去海上探鱼啊？你上介意什么鱼啊咧？会记你写批寄来乐乐批箱甲我讲哦。嘿嘿，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
订小型70集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！哈哈哈哈。